支持右接力。Link 5、Link 3係對手。佢哋下一 yes， 而家係後生嗰組。5線，景瑜第一棒。好似對手係3線，好前。咦，有機會喎！而家係汪教練嗰棒要頂住喎，另外3個女仔都快。咦，我哋 Willie OK 喎，暫時。汪教練正話好勁啊，臨尾篤手指篤贏啊！好，30秒86話咁快，30秒86喎，冇睇錯。係啊，30秒86。30秒86。咦，好嘢喎！第二個嗰邊，不過呢個3線先係對手，4線嗰個唔得啦，唔識游。咁我哋甩開兩邊先。咁後邊嗰兩個女仔快嘅，咁應該我哋有機會贏啦。有機會啦，汪教練頂得住就得啦。汪教練頂得住得，後邊嗰兩個女仔快嘅，一棒唔好輸就得啦。後邊有2棒勁嘅。咦，咁我哋女仔接力2個冠軍啊！係啊，應該係。好大機會2個冠軍啊！到啦，汪教練。